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2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咱国内今日新增加89352个本土病例，有76个人死亡，中重症191个，死亡个案创下新高。儿童 BNT 用社今日开始注射，5岁至11岁囡仔拢通去有育。高雄有家长排无排甲规划都会。美国德州国校发生枪击案，一个18岁少年家夜枪去学校乌白开枪，目前知影造成21个人死亡。节目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咱国内今日是新增加89352个本土病例，有76个人死亡，中重症191个，死亡的个案是创下新高。啊，那伫云林有一个6岁查甫囡仔重症引起肺炎甲脑炎。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对明仔载开始，民众快筛出阳性，经过医生确定，就准做确诊，下条件就当随开抗病毒的药啊紧食。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伫头拄啊上新的说明。有89352位，那这是另外境外移入的有37位，那死亡的个案有76位。新增一位儿童脑炎的个案，在云林这边的一位6岁的男童，本身是有这个气喘跟过敏性鼻炎，发烧到39度，寒颤跟食欲下降，见这个意识变化跟一些这个呕吐、抽搐的一些症状哦，诊断是这个新冠病毒感染并发脑炎跟肺炎。那我们累积的这个儿童的重症病例，目前就是总共有15例，有7例的这个脑炎。65岁以上，那55岁以上的原住民。在6月30号前完整接种，除了原来的500块的奖励之外，可以获得2剂的快筛试剂。明天5月26号起，那我们全面就是快筛阳性，经医师诊断后，那我们视为确诊。可以经由视讯或是前往这个社区筛检站、医疗验所等，那由医师在现场做评估来关心儿童 BNT 的预防针，从今仔日开始注射。伫台南市原本是讲要安排伫国校内底，互囡仔同齐住，结果有家长临时临要接到通知，讲爱家己去线顶赴约，结果早就无命呀。啊，若高雄是有家长透早就去替囡仔排队，啊，若排无的家长是排到贵北都会。国内儿童 BNT 疫苗25开始做，唔敢注射的囡仔，互妈妈抱伫大腿，准备要注射。其中台南市关省安排入校注射，也毋过因为即马大部分的国小拢暂停实体授课，有家长前一暗才临时接到老师通知，爱家己替囡仔去线顶预约，也毋过命也早无啊。知道的开始去预约，一直到晚上，没有一个名额是可以在我居住的区域让我的小朋友施打的。其实当下我是很崩溃。为什么政策会跑这么快的原因就是说疫苗已经下来了，我们希望第一个时间就能够提供给这一些5到11岁没有施打的儿童，所以说滚动式的一直在检讨。台南市卫生局澄清，原定入校注射的期程是延后，毋是取消。为了加速互囡仔顺利会当注到疫苗，才鼓励改用网络预约。高雄前一暗8点开放网络预约，8间病院的5岁儿童 BNT 疫苗门诊名额，一日都互订了。头一天301间合约院所，透早就排甲真侪人，无排到家长规北都会，有排到的真侪拢是透早就来排队啊。我觉得有预料到会那么多，因为其实昨天公告的时候就已经都炸掉了，全部都排不上，有挂号挂不上啊。新北市第一批得到配给上大的是5.7万支。安和国民小学传统透早就有真侪囡仔准备来注射，不过有家长不满分配无平均，小至甲中府拢只有1间院所会当注射。政府表示，未来预约量会搁扩充调配。那第一批5.7，第二批3.8。如果我们的疫苗的施打总数超过，因为我们还有一个5到6岁的是没有在小学阶段的，我们会随时跟中央反映，请他立即的补发。小朋友若排队，也搁拿上视讯课程，疫情之下真艰难，家长拢感受会到。即马只希望会当量早互囡仔顺利注到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即阵国内本土疫情炭烧，若去画着一般的症头，拢是发烧、流鼻水、然后疼嗽。也毋过有医生是发现讲，有一寡时段是因为跋倒、吐、流，也是身躯感觉好好，认知的功能出问题，才去医生看。若尾啊嘛拢检出较诊，所以嘛建议民众，总讲厝内时段有这症头，嘛爱斟酌。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有医师分享临床经验，观察到4大中者非典型新冠肺炎的症状，其中包括无到38度的低烧，也有吐甲流。另外，也有认知出现障碍，乌白细细念，也有未少是跋倒来就医检查了后，才发现已经感染新冠肺炎。跌倒髋关节骨折，好，那送来是外科，要开刀的时候才发现，说事实上它是 COVID。那其实 COVID 才是导致他跌倒的原因，因为 COVID 在这些老人呢，他们的肌肉比较没有力量，所以它产生倦怠，产生无力，一走路跌倒就会容易产生髋关节。好，所以整理起来就是微温、吐泻、谵妄以及跌倒。医师提醒，若中者出现即寡现象，一定爱量早就医，若较紧才会当伫黄金时间用药啊。国内疫情伫民众自发性降低活动密度之下，确诊数无个明显的清悬。也毋过，感染科医师分析，疫情并无下降，刷落来过日节可能有另外一波的南来北往，疫情可能会阁加悬。也毋过，特别说也真歹达到群体免疫的状态。国外的经验呢，通常一波传下去呢，能够传到3到5成，就差不多就是到顶了。要超过5成是不容易的，所以那群体免疫需要7、8成，所以是不是能达到群体免疫，这个还有待观察。过程之中，可能我们双北地区的这个病例数是减少的，但是有可能中南部的这个病例数在往上，所以一加一减之间，就让整个台湾全国的这个确诊病例数会维持在这个高原期一段时间。医师提醒，随着确诊增加，无做 PCR 诊断的未报告病例数也哪来哪侪，目前公布的确诊数已经无法度反映和感染的比例。这一波的大流行威胁上大的，就是长者、慢性病族群，甲无注疫苗的族群，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从明仔开始，快筛出阳性，经过医生确定，就当当作是确诊。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专工去邦桥港仔厝大型的体检站巡视，了解大型的社区体检站转型的准备状况。侯友宜是强调讲，民众唔免去做 PCR， 安尼会当简化通报的流程，会当减轻民众甲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负担。快筛阳等同确诊，从5月1号，我们一直呼吁扩到一般对象，总算在这个礼拜要实施了，把防疫及门诊，尤其有中西医门诊，立即可以启动快筛阳等同确诊。有医生诊断，有需要给药，我们就会给药。另外保留有疑虑的需要采 PCR 的，我们仍然会来做。侯友宜是强调讲，快筛出阳性当作确诊的新措施，未来全面实施了后，民众总共快筛出阳性，就当直接透过远距离视讯看诊，也是去防疫门诊，会使直接看病摕药啊。经过医生确诊，就准算马上完成通报，简化通报的流程。啊，若去为着民众，嘛随通有药通食，踮厝内休困，会当随得到照护。来关心各种教育会考，伫5月21甲22已经考煞。根据教育部即卖统计，今年去会着无法度去参加考试的考生有3911个。即卖会甲中国考试场499个考生，同齐伫6月初4甲初5补考。啊，若总共当时是考到一半才确诊的考生，考过科目要考唔考记载里，啊若拢有考，会使经分数较悬的迄摆来算成绩。韩国中学校甲科区的试务会比对统计过，教育部正式公布，今年会当参加各种教育会考补考的人数，全国18科区有3911个学生伫会考的期间确诊，也未解除隔离，快筛阳性也未验 PCR， 或者是也唔知影 PCR 结果的学生，算落来会甲中国科区499名学生做伙参加6月初4甲初5的补考。18个考区都会有考场，考场里面一样会有一般市场，我们也会准备一些备用市场，在8到12个人。避免考生就要四界走丛，补考考场设伫全国18个科区。若考试的公平性甲成绩计算，国教署强调讲，补考困难度甲正式考试同款，考生会当针对还未考的来补考。
若已经考过科目，会当家己选择敢要参加，到时阵会选较悬分的来算成绩。若升学的录取名额是另外加的。他考了5月21号，然后5月22号没来考，然后这次呢，因为他还有1天没应考嘛，哈，所以他这次就选择考6月5号，哈。那我们的成绩呢，就是择定他5月21号第一天的科目，再加上6月5号第二天的科目，同一科有2个成绩的时候就是择优。不过，疫情较热辣的新北市有1003班的人要补考，台北市嘛有508个人，共要占所有补考考生的4成。若基北区排头前的公立高中，前到搭拢真竞争，敢会限制外加的名额咧？国教署表示，只要考生有达到入学的条件，就会录取，未限制名额。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赶紧来关心天气啊！受黄圣雨方面的影响，全台湾拢在落雨。气象局嘛有针对15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要提醒乡亲，今日伫各地偶有短时间的强降雨，西半部、东北部落雨的时间会真长，有局部大雨，会落到拜六才较停。今明2天降雨是较为的显著，提醒大家留意。那在气温方面呢，由于在云多下雨的影响之下，今天到周五以前，整体各地也都是舒适至稍凉，北台湾感受上会稍微凉一些。锋面预计影响到周五。周六开始，锋面北台湾附近转成西南风的环境，届时整体的气温就会有所回升，而各地的降雨也会有所趋缓。气象局是提醒讲，今日咱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大雨，北部、南投、屏东、花莲，还有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民众爱细致淡水港、江俊峰甲溪水涨流。若这几天乡亲要出门嘛，爱细致，嘛较莫挖进山区。受方面的影响，天气真无稳定，嘛传出灾情甲意外。伫台南就有一张红枫木，因为风伤透吹转去，加载无去逮着人。若伫高雄，是因为落大雨的关系，路伤骨。早暗有一个20岁少年家骑奥多摆出车祸，互客运交过不幸死亡。即马嘛证实讲，死者是拍运的国手陈良达。高雄市24半暝上大雨，丁清路、文凤路的店头拢赶紧闸水闸门，就惊水会淹入去。无水要在田要淹去啊！迄若搁再落大水，较久就入来啊。另外有一位20几岁的男性骑奥多摆经过鸟青区，敢若是因为落雨天车路伤骨，规个人挂车处于对向的车道，互客运交着死亡。经过正受科大证实，这位死者就是咱拍运的游泳选手陈良达。刚好一个转弯，要快到中线了，他一路滑过来，他就差不多离我差不多有20公尺了。那时候你紧急刹车？我就刹车了啊。目前肇事责任警方正在厘清当中。镜头来到台南，工作人员当咧甲倒去的红枫树切做一块一块，准备要载走，就惊去挡着人过路。同款受到风面影响，天气无稳定。24台南虽然无变大雨，不过嘛有落阵雨。台南州会甲台南州厅古迹之间，挖进中正路一张已经超过20吨的红枫树，敢若是去互大风扇倒去，好佳在无人受伤。用一声足大声，我抬头起来看树啊倒去。毛毛雨的。哦，毛毛雨。嘿，对，最有可能迄树木呢有生病了啦。这几日啊，天气较无稳定，气象局早起佮针对双北、嘉南、甲嘉义以南等等15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较到下暝晴光大雨，民众若出外就要加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为着要减轻民众税厝的负担，行政院已经宣布要推出300亿中央扩大税厝的补助，要放宽补助的标准。目前对12万户会增加到50万户。严格今仔日有民间团体是质疑讲，政府应该爱先整顿税厝的乌市，提出具体政策。若无对厝卡来讲，政府的补助根本是看有食无。猪足吃不到。房价物价起改雄，行政院释出300亿的租金补贴，不过敢会当真正来解决100万租厝族的困境咧？立委合用民间团体，也有租厝的人来召开记者会，因甲中央话话讲，爱提出整顿租厝乌市的这个具体政策，嘛进一步来分析这个数据，表示讲，上届新的这个租金指数，伫今年4月份已经来到105.7，创下41年来上届悬。不过台湾有100万的租厝族，却敢若有3%摕来申报租金来抵税。
签约的时候，房东一定会先跟你讲好2个条件，不准报税，不准入户籍。最近这几年公投和选举其实非常的频繁，那我们要回去投票，其实就是一笔开销。在今年的时候开始有领这个租金补助，就其实也不太敢去用它，因为会觉得说，可能后来会延伸的一些租金所得税之类、租赁所得税之类的都要去缴这样子。租厝族真无奈表示讲，就算讲有申请租厝补贴，嘛唔敢使用。根据招运的调查显示讲，租厝族上大的困扰，第一个就是唔敢迁户口，唔敢申请租屋补贴，嘛袂当来报税。高选什么比例有94%遐尼悬。崔妈妈基金会嘛提出谣疑，讲大多数的这个厝卡因唔敢申请租屋补贴，就是因为惊厝头家会来起价，甚至讲来收档唔足意，才会来配合厝头家唔敢申报，这个情形是愈来愈害。租屋市场不透明化、房东不报税的这件事情，让台湾的住宅政策，包括租金补贴以及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一直的事倍功半。你领租金补贴不用经过房东同意。可是房东不要租你，赶你走，涨你房租，他也不用经过你跟政府的同意，这才是真正的现实。这件事情的根结就是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就是你的租屋黑市没有解决。民间团体批评讲，300亿个租屋补贴的财务计划，敢若是一改性的政策，无延续性。政府应该就要拍拼来伫个这个租赁交易的透明化，安尼才会当真正来改善租屋市场。时代力量嘛呼吁中央就要担起责任，稳准租厝族会当主动迁到区公所，要有投票、托婴、学区者的市民权。记者综合报道。司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法修正草案，今仔日嘛伫立法院审议，打算要取消各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即马改由3间高等行政法院集中审理。也毋过这是引起立委甲民间团体质疑，认为讲对地方改集中到这3间，安尼颠倒会增加拍官司的成本，而且即马未扫法院搁爱一抓路，有的是路途遥远，会变甲真不便。司法院秘书长林辉宏25去立法院质询，因为司法甲法制委员会摆审司法院提出的行政诉讼法修正草案，建议伫高等行政法院下底设地方行政诉讼庭，集中处理全国行政诉讼的案件，而且加入专业委员的制度，引起立委的质疑。一个可以经由法官允许去问当事人、证人、鉴定人这个专业委员，但当他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利益揭露的时候。却没有办法要变成当事人促请法官，而不能直接走诉讼的申请回避。我实在觉得难以理解了。行政诉讼的案件目前第一审是分散伫咧各地方法院，不过司法院规划修法，废除地方法院的行政诉讼庭，未来40万以下或者是交通罚单等等行政诉讼的案件，会改做是干那由台北、台中，还佫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来审理。也若司法院调整诉讼的结果，有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表达因的不满。司法院在走一个行政诉讼法。走倒车，对人民造成重大不方便，这个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立法。民间团体认为讲，要以诉讼的便利性，那为目前22间地方法院改做是3间高等法院来负责，民众去法院拍官司一抓路远路路，敢若会增加诉讼的成本。也那司法院是回应讲，已经有配套的措施。诉讼便利性啊，我们完全不会打折，我们会用巡回法庭、线上起诉、线上阅卷。的方式来处理。行政诉讼改做是高等行政法院来管理。林辉宏表示，有说巡回法庭甲事情审理等等的措施，会当减少民众伫遐哭哭撞的时间甲成本。嘛强调讲，就算修法通过，法官骹手的配置嘛会做相关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台中负责26岁的蔡小姐有先有5个月啊，顶个月是甲伊翁婿去朋友佚佗，却雄闹中风，所以赶紧送去高雄的中间病院治疗动手术，赶紧甲囡仔生落来，加在即马母仔囝拢平安。医师利用火角移除手术，甲倒讲为改变的血管插入去人体内底治疗，抢救台中一位怀胎5个月的蔡小姐。1点钟的手术过程当中，就算痛嘛，规身躯拢袂当振动。避免过程当中，医师去堵到其他的血管，造成愈大的伤害。希望减少胎儿不管是放射线或者是一些药物的暴露，所以有一点点通了之后，我们就没有再继续硬把它全部打通。以26岁的女性，她未来的复健的效果一定会不错。
26岁蔡小姐顶个月甲翁婿去澎湖游览的时阵，常常头壳痛、骹手无力，当地病院判断是中风，佮惊注血角溶解剂会致使肉体，也是危害到无囝的性命，所以紧急用直升机送到高雄中间来救治。接手的中间团队翻了放射线甲全身麻醉，会影响到胎儿，用局部麻醉的方式，互蔡小姐伫意识清楚的状况之下，忍痛来接受血角移除这款的手术，好佳在无惊拢平安。怀孕的妇女来讲，如果有子痫前症或者高血压控制不好，容易有一些神经学的症状，因此我们都要小心的预防。这样子的案例确实是不多，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只要定期的产检。病院这3年来收治大约4000多位中风的患者，蔡小姐是内底唯一的护身负责人。医师表示，女性伫咧怀胎期间，身体确实是会有血流分布、荷尔蒙改变的状况，不过中风的机会是真少。医师嘛提醒民众，若是厝内人常常出现目睭甲喙歪喘，也是骹手无力等等的状况，就要赶紧就医。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有数些业者推出名号做三本鱼，就会当食免钱的活动。尾也有成331个人专工去改名，嘛引起三分鱼之乱。调查立委拢认为讲，民众安尼改名实在是无采行政资源，所以即马提案修法，按算要规定讲，改名了后，短时间内袂使搁改。便若是人名内底有鸡仔鱼，安尼就会当归岛食免钱。素食业的业者伫咧即个旧年杀出含鸡仔鱼共名，就会当免费来食的活动。伫咧短2天内，就吸引331个人来响应即个改名，引起鸡仔鱼之乱，还佫上国际媒体。台湾改名遮尔轻巧着，逐年拢差不多有10万人要改名，每一个人有3遍改名的机会。调委的立委因认为讲，民众利用改名的方便性来谋取这款短期的利益，时刷就又佮这个名改倒转去，安尼是浪费行政资源。提案讲，就要修法提悬改名的限制。那么本席所提的这个修正条例呢，是希望能够在申请通过改名之后呢，在6个月之内不得再次的变更。我们一开始就不问理由可以改3次，这个我们硬挡，可能对同仁来讲也有一些难度了。不过委员今天提出的一个案子，有一个适度的一个相当的一个，就是说改完之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改回来，还是就怎么样？我们也觉得说这个是大家可以讨论的空间啊。国民党立委郑丽文提案讲，伫个半年内，若是讲改名就袂当搁改。民进党的立委罗致政伊是讲，提案3年内袂当搁改名。针对这个立委争议正式改名的期限，内政部处长华敬群伊表示讲，尊重立法院讨论的结果。不过，嘛有立委提案讲，改名就要伫个7天才会当来发挥效力。不过，华敬群伊回应讲，袂当有让空期。立刻换身份证，换户口名簿，然后立刻生效。我们现在的制度就是这样。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的模式，就是希望不要有这个空窗期。立委记咧，日本改名是做甲真点电，认为讲国内户政事务所是毋是会当来把关，是毋是有这个审查的机制？对这件代志，内政部回应讲，第一线的同仁因就这个号名处字会甲先做苦劝，不过嘛无法度硬性甲主动，呼吁民众要改名进程，都要做较谨慎咧。记者综合报道。配合屏东铁路高架化工程，屏东火车头边仔嘛会重新规划甲建设。土地方征收的地主今仔日是去检察院陈情，因是这个征收的过程有违法的嫌疑。不过屏东县政府是表示，进前对地主提出行政诉讼，官司即马拢已经定案啊，征收的过程无问题。停止土地掠夺，停止家园铺迁。虽然落雨，还是看到口号要向监察委员陈情，因为屏东车头周边地区正来规划厝甲土地叫征收来做道路的民众，质疑政府的土地产权移转，还有土地征收过程是违法。因为人口严重的减少，然后交通流量已经很畅通无阻了，他竟然用交通阻塞这个名义来要扩充道路，来要增加它的容积率。来这成员的近代教授徐世英讲，代替卡所经管的国有土地转予屏东县政府已经违法，伊嘛批评屏东县政府为着要达到中央要求的自偿率，甲代替的铁路用地变做商业区，扩大征收附近的民地来做道路。把自己的公有土地变更成高容积、高建蔽的商业土地，
施肥，然后再来把人民的土地变更成公共设施用地，这也违背了都市计划法第42条的第2项。屏东县政府回应表示，这个计划道路用地，2018年经过来进步协准征收了部分的地主，嘛来提出行政诉讼，最高行政法院已经在今年判决上诉驳回定案。在用地取得期间，部分承康户有提出征收异议诉愿以及行政诉讼，最后行政诉讼在今年的3月份，最高行政法院也已经判决确定。屏东县政府表示，计划要拆除的总共32户，还有12户还未拆，其中9户还未同意。县政府会继续甲因来对话协调。记者林启宏、陈信良台北报道。另外一个选举伫花莲，这是台开花莲新天东乐园，今仔日重新营运。不过有部分的员工讲，因甲打拢还未领到薪水。官府是呼吁业者，相关的经营权争议即马已经有结果啊，若劳资争议嘛爱紧处理，若唔处理就依法处罚。为了处理身体公司贴的钱，还有公司欠人的薪水，10几个台开的员工二时去花莲县议会申请新天东乐园重新营业，大家是甲因祝福。不过公司维护薪水和员工，嘛无爱资遣的态度，这个员工是唔知要安怎。台开的负责人可以在荧光幕上一直去宣达他有付薪水，可是我们就是没有拿到。那去提出诉讼的这些同仁，或是在公司群组去发问的这些同仁，却是被指责。县府劳资考试协调双平，召开4届协调会。劳方要求讲爱付因薪水，而且替公司升贴的钱，拢总700多万。不过4月份协商了后，资方煞无照聘照行。5月份协商了后，资方故意变更负责人的囡仔，要当地走流程做理由，所以协调无成立。县府针对就是有来参加调解的劳方，就是如果是不成立，或者是说，即便是资方有同意要给付，但是他没有依约给付的部分，其实后续都是建议劳方就是走法律诉讼的部分。台开公司表示，员工薪水的清册甲公司的校铺，拢去由进前的经营团队提走啊。之所以无法度知影到底是欠员工偌济薪水，而且公司才打开互营运，财务要真恶东西，不过绝对会负责到底。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一次把所有积欠的资遣费，还有所有员工的薪资都一次支付完成。我们会愿意完全的对大家的积欠的工资跟资遣费负全责。不过，也是有员工私底下表示，劳资协商的时阵，劳方有提供相关薪水的清册。也那官府是认为讲，台开的经营权，大都已经决定啊。资方若是不爱处理劳资的问题，就会依法来裁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赶紧来关心美国德州国校内底发生枪击案。有一个18岁少年家夜枪走入去学校内底，乌白开枪。目前知影有21个人死亡，内底包括18个细汉囡仔。凶手随后警方断示，那美国总统拜登要求美国爱降半旗哀悼，嘛认为讲10外岁囡仔就有枪，这是唔对的代志。想要到家己的心肝宝贝会正做庆下亡魂，一个家长伫罗布小学的外口咧哭。警方表示，凶嫌是一名18岁查甫人，单独行动。作案进前开车到校园了后，将车等下。几啊间媒体甲官员拢表示，凶手伫弄伫小学开枪进前，先对伊的阿嬷开枪。The intruder is deceased. And we are not actively looking for another individual or any other suspects in this case. 罗布小学位伫圣安东尼奥以西大约137公里，辖镇乌瓦德。24早起11点32分，嫌犯揸一支底枪、一支半自动步枪，甲大量的枪支弄入校园。枪击案发生时阵，一位伫附近的边境巡逻警员冲入学校，将凶手断死。美国总统拜登拄啊结束亚洲行，回国了后，随伫北京发表全国演说，佮下令降半旗致哀。I'd hoped when I became president I would not have to do this again. Another massacre, Uvalde, Texas, an elementary school. Beautiful, innocent, second, third, fourth graders. And how many scores of little children who witness what happened, see their friends die, as if they're on a battlefield, for God's sake. As a nation, we have to ask, when in God's name are we going to stand up to the gun lobby? When in God's name we do what we all know in our gut needs to be done? The idea that an 18-year-old kid
can walk into a gun store and buy 2 assault weapons. It's just wrong. What in God's name do you need an assault weapon for except to kill someone? 呼吁进行枪击改革的拜登表示，是时阵啊将这种听化作行动。这是美国今年第27件，也是最近上严重的航空枪击案。反对枪击管制法的强大游说团体全国保枪协会，将伫27这礼拜5伫德州举行年度会议。美国国会辖下监督机构政府分析署2020年一份报告发现，大约有2/3的航空枪击案发生伫高中校园，小型枪击案通常是意外发生。另外，联邦调查局23一份报告指出，2020年疫情以来，滥杀枪手的疯狂乱扫倍数增加。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国总统拜登才拄结束亚洲的访问行程，会前脚才走，北韩伫后脚就随射飞弹，就伫台湾时间今日透早5、6点，北韩发射3粒飞弹，射向日本海。另外，伫昨昏，俄罗斯甲中国的轰炸机嘛出现伫日本海甲东海的空域，挖进日本甲南韩的防空识别区，也两国嘛随派战机出来监控。罗西亚的 Tu-95轰炸机甲 Su-30战机相连续升空，按正常的计划执行战略巡航甲护航的任务。罗西亚发布消息指出，巡航的路线涵盖日本海甲东海，中国的风力轻型轰炸机嘛有共同参与巡航。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这是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开战以来，罗西亚甲中国两国头一届联合做战略的巡航任务。罗西亚这边强调讲，这届巡航甲第三国无关系。美国嘛表示，这有可能是早就已经计划好的演习。不过，伫拜登结束访问亚洲进前来做操演，等一下佫讲可能会军事介入台海。这届联合巡航的时间点是变甲真敏感。另外，北韩嘛输人毋输阵，伫2、5透早发射3粒飞弹。根据韩国军方的消息指出，台湾时间早起5点，还佫有5点37分，北韩为平壤瓦郊区的顺安里，为日本海发射2粒弹道飞弹。5点42分，佫有第3粒飞弹升空。日本防卫省认为讲，为飞行的路线来看，有可能是顺翼飞弹。弾道ミサイルを立て続けに発射をし、各ミサイル活動を活発化させている北朝鮮についても議論をし、北朝鮮の完全な非核化に向けた。这是北韩今年以来第16届发射飞弹行动。韩国总统尹锡悦伫台湾时间6点35分召开就任以来头一届的国家安全会议。韩国伫会后除了发声明谴责北韩，嘛强调讲要甲美国密切合作，以持东北亚局势稳定。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美国总统拜登伫访问亚洲的时，又讲中国若侵犯台湾，美国会出兵保护。保台言论引起议论。即马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头人麦康诺，伊是建议美国政府爱继续卖武器予咱台湾，抵抗中国入侵的意图。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日时结束，美国、日本、印度甲澳洲4国的领导人共同发声明，表示坚心反对改变现状，互紧张的局势威胁变严重，起诉或者是和平的行动，而且会摒弃来打造自由、开放、包容甲有春秋的印太地区。虽然无真面卡讲到中国这2字，不过希望看作是咧甲中国警告。而是用很迂回的方法，包括就是海洋的治理。其实暗指中共的渔船就是在滥捕资源，还有中共的海上民兵的威胁，所以跨的就是会强化这一方面的合作。美国总统拜登伫咧访问亚洲的期间，讲美国会以军事介入来保卫台湾，引起真大的风波。拜登甲白宫拢赶紧发声明讲，美国一种政策，还佫有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国务院嘛，佫一再强调立场，爱台湾人民放心。The Taiwanese should feel reassured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comply with and to fully satisfy our commitments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s. 面对中国军事威胁一直在压悬，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麦康诺表示，建议政府卖予台湾需要的武器，来抵抗中国入侵，都亲像帮助乌克兰人自我防卫同款，嘛会当干迄件的作用。That, in my view, is a serious deterrent. Number one, send a message to Xi by beating Putin in Ukraine. Number two, by selling to the Taiwanese the weapons they need to defend themselves if, in fact, they're attacked.
台海议题最近引起真侪讨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会伫华盛顿大厦发表对中国政策的演说，敢会讲到台湾嘛引起大家的关注。美国政治新闻媒体指出，布林肯会强调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延续川普时代做法，确保强化甲亚洲友谊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中国禁止咱台湾的往来进口了后，农委会有拍拼去拍开别个外销市场。即马销日本的量去年有18000吨，若今年是5万会当增加到3万吨。量济即马嘛传出有下价竞争，因为有的往来抬开了后，内底所乌气品质真歹。若农委会是表示，这应该是少数。另外5日节要到啊，即马猪排价销嘛有小寡起价。最近伫咧社群网站顶头，会当看到袂少日本民众答应买台湾往来相片，佮摕来做国式的料理。毋过嘛有人打出往来生菇、切开变乌心、嘛变乌的相片，品质是真无一定。有人就批评，这恐惊伤害到咱台湾的牌子。另外，佮有台湾往来一粒卖甲免200日票，台票根本无50块。外界就质疑这是毋顾品质咧逼俗价。针对这款情形，农委会是讲，这应该算是少数。我们有要求外销业者，如果品质不好，那不得上市；如果在日本的市场价格没有维持一定的水准，也不得领取农委会相关的外销奖励。农委会认为，往来变乌应该是准期去签到，还坑收久，强调产地咧收的价销甲市民咧卖，拢有一定的标准，才会当领到政府的奖励补助。去年咱往来销日本就18000吨，今年到单已经卖16000吨，目标是3万吨。今若针对5日节要到，包装的主要原料猪肉，目前的价销是小可有起。因为饲料的这个价格的上涨，所以目前批发市场的价格维持在每100公斤大概8500块，也是在我们设定的绿灯区。另外，像竹米等等的其他原料，农会表示量也真有够，价销无受影响。还有像土豆等相关产品，价销也算是真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是观光县，若因起路名路牌，那亲像是做甲无够认真。正出名景点东山河清水公园营业翻译就5种，若每回湖有3种。当地人是批评讲，安尼生外国人来看有，是认为应该爱检讨。农会特产试验所宜兰分所俗称宜兰市亚中心，但不过中心外口的路边标煞直接翻译做宜兰洋亚센터啊，英文变做亚，连民众拢即期翻译错误，甚至有袂少人走来打卡，连试验所也接到袂少民众反映路标英文有问题。很多人都在打卡，后来我就去是翻译错了。那后来我们也其实因为有民众也有反映过几次，那我们其实是后来有在跟那个地质工程处那边反映。另外，宜兰出名景点东山河清水公园甲梅花湖，也方即期分别有5种甲3种英文翻译方式，外国人来观光根本就看唔捌。民众党宜兰县党部就开记者会批评，认为像路标、景点英文路牌翻译无统一标准，一般人根本就无袂清楚，已经影响宜兰观光形象，应该检讨改进。那民众对这看法不同。很好笑，可以这样办吗？当然不行啊！可是这样子，可能人家会比较印象会比较深刻。我是觉得这样 OK 啦，因为那么多年都这样子了。好，对啊，也很像没有人去改变。当然，我们我会来来了解一下。当然后续我们也会滚动式的来做相关的一个检讨。官府表示，各地点的路标路牌英文拼音虽然无同，也毋过外国人伫咧解读上应该袂造成问题。也毋过面对外界积极的声音，经过了解了后，会随时检讨，敢是有改造统一翻译法的必要。记者综合报道。若伫台中市的平林国校啊，是因为土地产权的问题，司令台也有边仔计共146平方公尺的土地，是互国产署摕去拍卖。即马新的地主买落来了后，是要求学校开钱搁买转去，也毋过因为价销讲袂好势，即马当地拍官司。司令台边仔拢空空，书生无人挖过来。伫咧台中有50多年历史的平南国小，2018年的时阵，司令台甲周边的土地总共146平方公尺，去予国产署以52万来标售。新的地主要求校方以300万块来买回，不过司令台去予卖掉进前，校方曾经询问台中教育局寻求协助，但是却无任何下落。其实，在105年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出来在教育局那一边来请教育局来协助征收，但是就是没有
回稳啊，是。那其实我们这一段期间，学校也是积极的在想办法解决。就是没有司令台可以用，等于是没有舞台可以展现。那我们家长这边是希望说，教育局赶快协助我们，补助我们经费，把这一块买回来。卑南國小有400位的師生，早年建校的時陣，士林台有1/3的土地屬於私人，原地主無想提供校園來使用，但是過身了，共同的繼承人無辦理繼承，外傳是收歸國有了後向拍賣，但是國產署駁回，以土地法73條之一規定，經過地政機關列管15年了後，代為公開標售，這筆土地是鄉村以前建築私人用地，自頭到尾攏無收歸國有。不是所谓的收归国有的，从头到尾都是私有土地，它是属于逾期规范继承的土地。那经过地政机关第一次管理15年以后，移给我们公开标售的。这是土地法73条之一的规定。第二个，它是属于乡村区乙种建筑用地，并不是所谓的学校用地。本案经过法院一审的判决，认为原告有谋取高额买卖价差利益之目的，构成权利之滥用。民众不服上诉中。那教育局已经协助学校聘请律师进行诉讼。目前新的地主甲学校的官司进入二审的阶段，校方有意思以175万块来和解，但是坦白讲资金无下落，希望教育局来协助。但是市府敢若表示愿意协助学校聘请律师进行诉讼，后续以法院判决的结果来办理。记者台中报道。来关心南投，因为无焚化炉，草屯有8万吨的粪扫要处理。即卖为着要配合边仔人工湖的工程，粪扫场当地宽粪扫，而且因阁有买特殊的机器，会当甲粪扫分类包起来。一款是包咧要送去外县市烧，另外一种是会当回收再利用。怪手当咧甲粪扫挖起来，配合边仔人工湖的工程，草屯镇当咧拼粪扫场。不过，因为因家己无处理场通烧，拢得爱送去外县市。为了减少粪扫的量，因特别用上新型的机器来分类包粪扫，唔望甲粪扫的量减个较少。现成的垃圾，每天的垃圾都几乎可以马上处理掉哈。我们的这个资源回收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哈，我们有60%半以上的资源回收哈。所以说，我们绝对有信心可以做到最好。这项作业会使把粪扫分做要送去烧的部分，和会当回收佮利用的部分。亲像台湾人真惯习使用塑胶落底物件，塑胶的粪扫特别多。环保局也按算把塑胶处理好势了后，摕来做燃料。那塑料袋的部分，因为它热值高，很适合做燃料，所以我们把塑胶袋另外打包分选出来。就可以作为未来我们绿能中心的燃料，1颗的燃脂比煤炭还高。环保局表示，草屯的粪扫场累积至少有8万公吨的粪扫，有新型的机器来到3工，按算伫明年的年底进前，就会当全部清掉。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官店国小用柜边仔就有水圳，是嘉南水圳。因为即马在推动水圳的文化，所以有出版2本写在地边仔的地图册。透过文字，来互学生囡仔了解故乡的历史。位在台南的官店国小边仔就是嘉南大圳，是日本时代重要水利设施。学校长期注重水圳的文化教育，为了要互学生了解家己的故乡，特别安排学生实际记录在地水边仔，望对水圳内底找出乡里古早发展故事，把这资料编辑出册。经过1年的规划，总算伫今年出版。官田国小最主要推出这2本书，一本是翻翻书，一本是地图书，都是在介绍所谓的皮塘篇。那这2本书是由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先到户外做一些实地的一些观察、记录、访谈之后，回来汇整而成。风我比长这本册主要分乌空册甲地图册2种，拢是透过游戏甲图文互动的方式，帮助学生用轻松的角度了解大自然。加做环境教育上好的读本。我们都知道绘本现在坊间有很多种，那我常看见的、发现到就是这种翻翻书，可以透过一种跟小朋友的一种互动，它是可以把题目跟答案做在正反面，让孩子能够立即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学会了没。这绘本唔但是学生的生活结晶，而且内容精彩，插图嘛画甲真有路。校方表示，望互学生行出教室，用脚踏、用手写、开嘴问，深入来了解家乡，嘛为水圳文化做出贡献。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专门咧卖台湾本土菜的台湾的店，进前伫台附近的店面已经收起来啊。即马因是参另外一间岛外有菜的菜店，同齐开一间名号做托牌的新菜店，已经正式开幕。本地徛伫台附近的台湾的店，经历搬迁风波，决定甲岛外有菜来合作。经过几个月辛苦整理，即马新店托牌总算开幕啊！阮太太是讲，咱像甲一个查囝嫁出去吼，啊，我也毋是呢，我是讲我要搁继续来食吼，要甲即个查囝变做是我的囝呢吼，我的女儿，我要甲请吼，搁较好咧安尼嘿。吴成山表示，新店开幕代表家己推动本土文化的愿望，通继续行。这几天嘛有真侪读者敲电话来关心，目前伊嘛继续维持台湾A店的网络菜店，甲托牌双边经营。做伙合作的岛外有菜嘛讲，虽然这站疫情严重，不过拄好这的厝税嘛是着照纳，所以要是照计划来开店。独派现场看到的这些书，可能只有当初预期的不到1/10，因为搬家29年的东西要搬，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我们可能预计6月底前才能够慢慢的让这边更完整一点。吴成山嘛讲，托牌除了延续过去卖台湾文化民主的册甲商品，阁有增加林家比的读册空间。未来嘛会举办讲座、读册会甲 Podcast 线顶的直播，希望利用网络，将读者行入来册店，嘛互册店通伫疫情影响下继续经营。记者陈嘉文、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从日本时代到今已经超过1世纪，新德州警务部部长官舍经过新德县政府5档外征收，即嘛正式对外开放。根据文献记录，新德州警务部部长官舍启在1917年，到今已经超过100多年历史。新德市政府开5档修整完成的日本式建筑，还佫有门埕头前种满老树的景观，彰显过去德产城的历史风貌。观测的一些位阶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它现在不管是在建筑的本体或者是庭园面积上面，都是可以在我们今天新竹市看到有最大的一个面积的观测。部长官舍到后期是做警察局长宿舍使用，开幕嘛邀请较早住伫宿舍，目前已经退休的警察局长回来到现场回忆过去。这个还原古迹啊，那我觉得很欣慰，事实上能够让新竹多了一个文化遗产。含有历史深度的这些古迹及建筑，那我们希望透过步行城市的方式，让外地的朋友来到新竹都能够用步行的方法，慢慢的来品味这座城市，认识这座城市哦。市府表示，未来都要定期邀请艺术家展览作品，卖找专业团队经营餐厅，希望活化老建筑，和民众通使用。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那北部上届出名的台北迎成风夜，一年一届台北下海成风文化节特别开始啊！庙方就讲，原底是2020年，因要举办200年的纪念活动，煞去拄到疫情，所以是到今年才有法度举办大型的活动。所以嘛要甲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也搁有大场亭侪店头合作，要甲办较闹热闹。阮要来念歌，互你。伫咧碰西车成风庙头前念歌，台北下海成风文化节就要起鼓。原底伫2010年，台北下海成风庙要做来台200年的大型纪念活动，煞小连续2年因为疫情停办，也是缩小规模。到今年才有法度搁办理大型的文化节活动。咱自疫情了后，咱都唔敢办，人口太多。尤其台东区是一个古城嘛，大家拢要入来啊，阮遐拢一定会喷这个酒精嘛。然后过来就是阮庙的迄个工作人员的控制伫20个人。人讲5月13，人看人就是咧描写野生风的场面。这摆文化节嘛，甲大场亭在地文化团体合作，推出南馆、北馆、市集、花灯展演等等活动。台北下海成风庙，毋但是信仰中心，平常时就真有咧把握每一个机会推广大场亭。你落双连社吼，甲即个灵安社。不管是暗访还是历史，因这2间拢有传。过来有迄个金狮团，大龙洞的金狮团冒出来。庙方表示，这几年受到疫情的影响，确实参加野生风活动的人有较少。过去上悬一天会使有上千人，今年文化节参加人数估计上悬的是一天会超过500人。庙方也表示，因为庙内空间较矮，会尽量控制庙内人数。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
来关心日本有一间企业应用15年的时间，即马研发出讲无爱滴的旧衫裤100%回收了后，会当做出新衫。另外，日本贸易业者是利用食物原料来生产碗箸甲喙罨。甲纸箱内面的衫倒出来，这是对4月收集来无爱滴的衫裤。工厂的员工第一步是依照衫的材料分类。ここにですね、ポリエステル100って書いてるんですね。100%。はい。はい。これはですね、うちの工場ではですね、大好物っていうかですね。佮把衫浸入咧特殊的液体内面，增加伊的温度甲压力，互固质纤维起化学作用分解，佮用机器分离原料内面的杂质甲染料，互衫变转到还未制作进前的原料。佮将一寡新的树枝调做丝线，卖互服装业者，佮做做新的衫裤，互衫裤会当100%循環製造。科学的にリサイクルすると、ここがですねうちの肝なんですね。そうするとで物が劣化しない。でリサイクルはですね10回でも100回でも1000回でもできる。本当に CO2 も減りますし、で新たな資源を使わなくて済むと。这间企业的创始人演员美智燕加9位证书，15年前成立公司，即嘛有超过100间企业协助进行旧衫回收，实现100%循环做衫。另外，会用同款的理念，设循环回收再制作塑胶杆仔的工厂，希望以后会当将这项技术推广到国外，和更加侪国家彻底执行减塑。日本政府自4月开始执行一项法律，要求企业要减少一次性塑胶餐具。目前，日本各大连锁餐饮企业拢开始用环保餐具，所以捆满一间混合30%食物原料制作餐具的工厂，订单接袂煞，一直伫咧生产。要做纸的公司用透80%食物成分的材料做喙罨，风险也兼环保。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关心天气，下半部天气变化三款，咱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20度至27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用继续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